Google 智慧镜头呢？你看，处理图片里面的文字呢，有些书不是都有图片有文字吗？还有那个早安问候呢，有图片有文字的。那你要把文字念出声音来，那你就找智慧镜头，然后按文字，就出现像这个画面。然后下方有聆听，有没有？点按聆听就会念。上午9:02。多的那一些。98。标题。-L 地址符-ChatGPT 地址符-Google 地址符语音助理阿拉丁神灯天使图文对照有声书可考虑，故乡寺庙图片加声音，待处理图片中的文字变数为文字，然后会念出声音。先试试谷歌智慧镜头辨识加上翻译，然后点按喇叭会读出声音。刚刚有试过翻译成英文呢，还可以翻译成很多国家的语文呢。这一次是直接变文字，没有翻译，也能够聆听，也能够读出声音。